人来一月不凉。
师兄有往何处？这里有苏三姑娘陪你谈心。我们到二院找自己的心上人去。哎，公子，请啊，请。法令所在，对，自家所在，自家所在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今个就是慕名而来呀。
留月为姑娘，姑娘不要想。借酒清醒。来，你要看，莫非苏三怠慢不成？不是，几位怠慢，为我急于要走呀？是，我还有事就此告辞。那这些银子就作为走事。哎呀，再不了，再不了！哎，公子，妈妈。快乐山中，少起来不儿了，哎，妈妈，你看可好？好，爸爸。
这些王公子的后院给一头白花两锭。哦，也太好了！哎，苏三姑娘王中都要放上金杯一盏，彩杯彩杯。好啊，好啊！这大生意可是我们替你拉来的呀！哎呀，我家三姑娘也敬听一声，当然忘不了你俩的好词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今日动工，发下银子即刻动工。这要吩咐吗？马上就照办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王公子来了，银子也来了。不要想你，来，哪里有真心就挂了没？
什么呀？妈妈，我已经向帅子改名要当成了。啊，你名字都给了？是啊，是经过送花上来，在四目相许一花一名。妈妈，你与我少他银子无量。少你无量，多谢公子。妈妈，少你。陈先生，哎，你倒真想要5两银子啊？花子。怎么将情妇换下来去？身上没有银子，你还带的什么价值？妈妈，没有你的事，不要你多嘴。王公子啊，不瞒你说，苏三不肯再去别看，我那有上银子经过啊。妈妈，公子带来了36000两银子。对呀、我带来36000两银子，一年里到，难道都已用完不成？哎呀，我的王三公子啊，36000两银子，哪里能花上一生一世啊？我为你定了不少银子的。好，不要啰嗦了，我再写信回家去催，银子这个许可寄到王金龙，当开进场10两万，你下了许多兴趣，连一分银子也没有带来，哼，我眼子已经看不出完了。哎，这里是妓院，不是监长。公子，王金龙，你银子带来的嘛？要是没有呀，怎么样？
我帮助妈妈不急。公子，想不到神经是此代佛。想当初，我最大山媳妇欲用金元门，八日风筝小李宁，王八的女人夜深，暖不日子无早，再给一首八花铃。西马金杯玉鸟在，玉马吹过玉彩铃。想不到此举已有1年整，3万6千人举一花回人，包日死里吹个金，人也相随真情人。莫为此事太空心，苏山与你上生命，归来远从情是家，自从宁知我从红巾，想你年少放青春，原应该立志都是尽八分，情来昔日聚的公子啊，不是早人为暖情。深深恩心，苏三也不愿公子离去，怎来你大有银两去妈妈使用？咦，相父你不许取我不少银两，对我进去问他们好完一了。哎，公子你差异。才是别离已经，全公子为家做事去功名，苏山立志才
相守，愿你金榜早提名。到那日，名正一人来送生，我与你祝他无人永你这个有理，孝顺证明就是这样最好。可是我要为国南京路路遥远，没有我在寸步难行啊。使不得，请你用这东西来为什么地步？是我记录谁自有悔。只要公子别忘这个此事，不把书上一批事情也就是了。此事不写在地。书上今天不是你完元之日，怎么你忘了先去完元进香了？饺子已在门外等我。公子要为暖亲，传旨不忠。我正苦趁少相出门之地，向员外姐妹上家银两。爸爸，我先去。好，哪里？哪里？你快陪你弟弟再去照相玩游啊！弟弟，走吧。少爷子，我去就来。刚才不是已经说过，您是家里学为妻来？我现在是要，现在没有，没有，你我走。是，就是要走，也要等赛季回来。没有钱，万一什么三季四季，你对不对？我这话过了，走。我管你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！王公子啊，我是与你开开玩笑的。哎，我知道王公子有的是钱哎。啊，这是蜀山姑娘的首饰。哦，不要脸的穷光蛋，偷我姑娘的首饰，你玩不就滚！哎呀，我调虎离山秒救，棍子穷鬼王金龙，蜀山东方看来进。老娘的好了好啊哟
想投稿，就我要把三郎走，这正是得破条无形词，努力看到流程园中把心吧。把老娘的家也打通了。哎，你来做什么？我给三姑娘送信来的。啊，送信？我是送花。哎呦，他看也不肯接，晚送什么花？哎，妈妈，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呀？自从做了王金龙，他天天长病在房中，3天不能起过床，越哭越闹不放松，一日3餐不肯吃，要他即刻死不中，死不中。那你劝劝他呀。哎呀，我硬的当了娘的好，什么了这根不中用中用。妈妈不用担心，我经过替你去劝。他连我的话也不肯听，你怎能劝得醒他？哎，晚上让我再去当太子，不怕他不起来。你看，哎，妈妈，哎，妈妈，哎呀，妈妈，妈妈，三姑娘是你刘成月的要钱子，万一耽误了身体，你妈妈去讨债呀？妈妈，不是我经过夸口，只要我去劝啊，只要3言2语，报他为心罪。哦，要是你真的能劝得醒他，妈妈也少不了你的好处啊。哎呀，有什么好处啊？这里1两银子，他少，那么2两不够，好3两，5两，5两，要是劝得醒他，5两就5两，一言为定，谁会拿你？呀，好，我要劝了，那你快去匹配呀。老娘在此何方？妈妈在此，我就劝不醒他。为什么？哎呀，妈妈，哎，生要离，死要别，你妈妈在此，就是劝醒了他，他也不好意思答应啊。哎，我要是劝醒了，他来叫我啊。哦。三姑娘，三姑娘，进宫里来了。三姑娘，你的喜信来了。哦，我被王公子留下了。但是他，进宫他怎么上家？但是他这么样，他现在是
哪里呀？公子他是被一位王爷府里呀。王爷府里，公子他从第17府在京府有一位做王爷的亲戚。你去那位王爷啊，三姑娘，你也知道的。他本是憨憨有礼，最不像威风凛凛你去到华夏基地他土马，虽让府你青龙岗，等在那胡老关机嘴里不瓦用当当放上场。这是怪王爷，我问的是王公子是在哪里？那王公子就是在关王爷的府上了。公子是开他有门不得看，只得落跑在关王庙。哎呀，公子哭了哭的我在后头呢。他头上戴的八孔帽，身上穿的四川袍，三餐日要等王爷去贫道，到夜来新家走上八根桥，他真是度日之年真难养。只怕三季到来当。公子啊，你快在瓦了落下呀！我人财富在心啊，苏山几段一字啊，哪怕是妻子万难家里上。姐夫，你快陪我去见王公子。那王伯伯儿怎肯去放你走啊？这如是好？苏三姑娘，我倒有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快去！我不为账。为了公子，你非常不可啊！妈妈，你去哪里了？哎呀，妈妈来了，快站起来呀！妈妈来了。讲我做什么？妈妈，三姑娘她疯了啊！哎，你捅这些什么啊？我正在劝她，谁知她就胡言乱语起来了。哎呦，苏三，你怎么了？哈哈！妈妈，你这个老不是，你这个老不是。他妈的，这么晚不死，你这么晚不死。他妈的今天就要死，今天就要死。哎呀！你们快！
星星，哪里来的什么怪王爷啊？你们快啊！怪王爷生几岁？车出马上。大家去迎我们。苏三，苏三，你醒醒，苏三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关王爷谢礼了。哦，关王爷，他要你立刻到关王庙接去万元金钱。哎呀，妈妈，不要做事了，都因为关王爷啊又要发怒了。快去，这里，陪你弟弟到那边玩意，到关王庙就去万元金钱啊。姐姐。苏三姑娘，我在门口等你啊。妈妈，三姑娘穷醒了，5两银子可以进屋啦。去！我叫你全到完好，一全叫你全疯了。我忘记你银子啊！哎呀，这是关王爷发怒，与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你与我。你说老娘都美，
这一朝竟然你的公道做得好，青菜关公谁
想不到三弟真的会来大姑娘，素才无时无地，我在当听公子想了。公子，你今为了到这块环境，哎呀，我的也罢。狠心将我赶出门，我受尽饥害无耻高，我是为国的家乡啊，救不得的娘，落怕看的有最小，我一人把那妇女不寻找，他们是不念求情发讥笑，我几次上门来找你，报日子七方八气来知我娘，幸亏经过把心所疼，谁不下为这怪我命。丈人才能相见来你今日做打算？我决心了回家进到去。这样才好。夏公子满腹文采，出口人章，只要用功读书，定能进邦庭。这是我要为尊南京路途遥远，没有船只，是无云哎呀，
再贵呀，再贵。素才早已想到，这些年俩人与公子作为奴婢。哎呀呀呀！你此生三计相图，是王金龙命贵非夫啊！素才别无他去，只有一事。三计群将，王金龙无不从命。公子啊！迎梦公子来在亲，天涯茫茫女子心。公子啊，我苏山好比花放人，你把我逼走来。你公子好比蜜蜂采花心，今日花开多美人，蜜蜂梨花不离分。但愿花香三落时，那蜜蜂不要一去就一心。三弟万岁，我王金龙就不是忘恩儿女之人，我愿在三弟门子。三弟在上，我王金龙有朝一日金榜得中，就不顾为三弟。把我终身伺候。对对，不能官之大小，王金龙上不去苏山，叫我不得好事。公子已懂了，苏山也在问题一表心意。在您在看，公子非我不去，我非公子不讲。公是叫家，你如此大报上身体。
你快走吧。要去就答应他，包括你们趁此机会捞进一笔身家银子。对，三大爷，要当看心都看你。这的要紧事啊，我老来指望想他一，你要去他回家去，三个银子。我生夜里山西府上有名气，今年不着急，你是多少就多少，我定要去他为山西。好，既然大爷上去，我也不多啰嗦，做媒的银子嘛，是300两，要当成的身家嘛，是一斗金子。一斗金子，一斗金子。好，我这里有银票1张，你们先拿去。有手叫你，有手叫我，我当才马上随我走。这，难道还有什么条件不成？沈大爷，我问你，沈大爷是要当城南望究竟，不肯再去别看，所以嘛，必须用计相骗。原来是此。我倒有个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写一封假信，就是那王金龙，他得
往暖京，这岂不就到了山西？好计好计好计！沈老头子又回来了，哼，还打了几年药堂出回来啊！你还吃醋吧？哎呀，哪里是吃醋，只是又多了一颗严重之病。既是严重的，何不把关进？此话何言？我有妙计，你请讲来。我们先下来是深夜里，还是深夜里？再讲的带你看见药堂城，看见药堂城，岂不是已经送上吊？已经送上吊。用法严重的，用法严重的。这样一来嘛，你我就可永做夫妻，白头到老。永做夫妻，白头到老。这宝座呀，有你相守，我到红枫院衙门再去马通官府。请放尊重心。聂丹翠，你为什么见了我总是敬而远之？沈大爷，你为什么还不带我到南京去找王公子啊？聂丹翠，你那是我深夜里为了你花了不少心血呀！大爷，你也在这里？我是叫他蒙衣服的。牛堂菜，你将做羊肉面端去大爷吃。是。大爷，大娘给你送来了羊肉面。啊，
我家大娘真也为啊！牛当飞，你也去点，我不去。味道不错，你少吃点吧。嘿嘿嘿嘿。牛当菜，遇到我真的带你到南京去找那王公子，难道你是骗我？嘿嘿嘿嘿嘿。牛当菜，我与你才是了吧。身家林子越更天，美女回来做小心。你是我刚才，我这就是邻居，哪来？哎呀！今次以来满环境，苏三大梦自出。陪我去南京，在此必有用心费尽力。陈大爷，请你放我走。哎，哪里有这样容易？牛当菜，光熙龙一去无凭线。倒不是这次被我相佛为，你的是我身家人，再想回去反不来。你说我的妻儿，我的三嫂，亲家们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山西老虎举家门，谁不知我？深夜里，我陪你高来高去，高去高来高，不追牛当菜，你玩石头了我吧！你不要做梦，让我追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三日间，文堂之家，吼吼吼！
天鸟托心，地口口雨悠悠。哎，去吧，老爸，你不知道我好冤枉你。冤枉！哈哈，我从公道上了一世的家产，也不知听到了多少冤枉事，见到了多少冤枉人哦。老爸，我有天大的愿望，但不足是在等从前提升。哦，想不到你一个小小女子还会有天大的愿望，倒不妨说给我听听。老爸，你听了。哎，苏三，你讲呀。那个愿意真情真爱，看的是宝儿团在四个气，明的梦啊，出了什么事？你既不关心家里和尚，那你不该下头害死他呀！你中我呀，地不方，你是大娘很心酸。既不是你下的头，是我就在北大起家呀。处理我是吃大人上。哭得我也伤心起来了。哦，不必担心，我们就在这里歇上一会，再过路吧。多谢老爸。哎，这么大的大热天，我唱着鬼子酒还要起床。你背着重杆拿酒的头，来，我来替你拿下来吧。老爸，想是那日朝廷王法，怎能取得？是天高皇帝远，吃了贼还管什么王法批法？多谢老爸。老爸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好人，哎，好人连儿子都没有一个。老爸是此女婿，三无儿女，没有儿子倒也罢了，连孙子都没有希望了。老爸是不允许苏三女为命令一女，以致以相思哦。我哪有这么大的造化呢？死不得，是的，死不得，死不得，是的。第在上，女儿解放，女儿，女儿。
女人，在跟贵人到见面礼，你插个嘴吧。多谢弟弟。青山女送长眉，定然是生计所怕才无奈，怪说分离也伤心，二苦安保少良心，他不给把恩为你负才情，我为他真的多少喜欢你，到头来将我没有生意灵啊，报日是又在看下联女啊，不结婚莫上啊门，姑娘年轻当时要电视，到神老之王就当着马路上，带什么良心说什么爱，还不是王君华人我神听啊，再苦安不少生意里，他不给表院打来一对金，每人家人三八两，
就三七四女。同开欢，红同园，爱我愿望这也难怪，一个男人讨了两个女人，是这样心情都还很重要。到千里诸官之为贼，官不太早，岂不要亏失老本？你不走，他只好有因。他一到，你就走，他的道就退了。哎，苏三啊，你怨天怨地有什么用哦？不要死要想。要哭哎，在红洞园什么？红洞原来无好人？那不用说，我也不是个好人。来来来，把这个打上吧。嘿，我的指娃儿出彩开，弟弟把路起身，我追上前去马里。好女儿，我哪会生气？对吧？弟弟慢来，昔日外地姑娘，想现在我与王公子分别此事，在人间下日月，是今带我去做高人哩。此次也好，对吧？
人，前面大老爷到此来了，你那万载之身倒如重蹈难免病月之苦。来来来，快再为我多比一把。小白是公家，实在不来，那经理拿下去投诉，真难上当。
蜀山此去好有一笔你走的，正好比鱼儿龙马，一去无为转。但愿大人为国情人能看看你的死人。怪物有不得取的来，有罪不管对，是有罪得取的来。禀大人。哎呀！叫你镇上来，有是无，这是无道理。是你是不叫无来，快打一死！去吧！不上自在在水区，不能上在大内。老大人开一席之恩，将万物当堂贴书开康，万物总是究竟，也是明眸。请问大人，此理何言？列来，当堂批书开下。是。下场30人为论。是。快步照上之上面一书来。大人有兵。
啊，两王在退，老下死。哎，哪里是可靠？分明是王明忠吃了苦把家之身哦！你说，你多快的呀？那王公子可以说得水果可看，说不得，说得，说不得，说得。哎，你兄，大人是顺的吗？你我就是顺的呀。难道你吃的银子，穿的银子不成？哎呀，你兄先把云中是有花币。大人，你怎么知道他的花币？可是他知道你写的花币。我知道你写的，哎，不是大人知道的。就生他的画笔，画笔。
我身大文人去团爱情人，你不曾遇到王公子，我与他姑娘的容相为，好的痛苦再聚尽，身体定相分姊妹。弟兄，人向那岳当成都是固有义气的，如见得向那王公子已经穷途落魄，衣衫褴褛，那岳当成关于他再去求经，定想要陪日散门，岂不是固有义气的吗？哎，哪里是有义气，分明是长命之物，家庭虚拟哟。穷途落魄再去求经，定下了黑日三门，二位弟兄，那若当成苦孙人。说他有义气啊！我打发公子去观他，称他名字为暖君。路上他以自己一无天平，二无等称，用手下来300余。哎呀，对呀，真是非自己一无天平，二无等称，用手下来是只有300余两。哎呀，下去，生下去，老公子为暖君，我在暖来上一病，公子非我不娶妻，要当城里子我家人，公子的子我娶，要当城里子我家人，这也是是我家人。家
红中原水会凄凉，要有分账88年，上到西当48，这不轻的班子难用来你不曾造人，百无本当多少人，大浪地一笔当船不你在其中治疗几岁？在其中治疗1年里，有人前来观望，前来看望有一人，那王八宝儿的王八宝儿早已那自信的王公子。他与我在不及有情，你今杀与王公子，你可认得？一起杀与王公子，亲上给你一人的情。那王公子与你无所生存道，哪不能认当？咱们记得公子名，我总是举起一段心灵。哎呀！此番当当许久你的爱情本为一时，待等身份清楚，是为水落石出，你再去下去吧。是。这大官司里头有道陈车人放宽心，谢大人，快点！这大人好。
一分，到如今花香已散落，蜜蜂已去。但这名字必须并不此爱，并不是爱，理当如此，理当如此。回答。王金龙出得进来，一路之上刀子当庭，山地下路，想不到山地却顺遭不不自愿，我就是听了这的误杀，也要得救于他。有当谁是他，就是今日不负警官大人。因此你还与之为妻，有所关系。就大人，你我上言，举本审查。哎呀，刘大人，此话错也。出在哪里？似乎官场是西厂，女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刘大人不必过于承认。这那王金龙长远且地归为情恩，你我为在他乡，冲上怎怕不理？这就是告到了他，这把父亲恩是不为娘离去做，不必接下这个冤仇。刘大人不妨三思。以救大人之见，那刘郎臣既是冤枉，你我就为他平复此恩，开设刘郎臣，这身虽退罪臣前于他，这样一来嘛，嘿嘿，你我道上有高深之望啊！相人啊，叫上来团聚。不与人来，是谁？我。你来做什么？是来团聚。探望什么人啊？探望山鸡。山鸡？这里没有山鸡。啊，探望岳当成。岳当成，你是他的什么人？我是他的弟弟。岳当成的弟弟。哦，王八的儿子来了。奶奶。什么？好三吃三，好四吃四，开门迎子啊！哎呀，你今个要我？你什么？你什么？你什么？你今个要我要当成弟弟的名字？今天就是把父亲ord来了，老娘也要他的名字。好，听你。哼，看你到45来。好。
姐快出去吧！哎呀，大回去来多久不走了？来吧。三弟一定为你并不自爱。你主人在关谁死定我啊！他是女扮女郎他的弟弟，到此后事，前来传钱，身体存钱1万金里，来与我拿下。且慢，到今都有的是了吗？我乃是不服定而往金楼大胆。我冒充警官大人来，掌声上前，开国明碑。哎呀，我警官大人跪着给，哎呀，给死给死！为什么真有事要见他？想不到这次巧遇会了。为什么一将入党，陈培愿有恩，平反了气，兄盘到接生于彼此，以怕人捉拿归问，也就是帮助到陈其他人提本不为哪我奇怪，为什么还要自古以之为人，好被取下了？众也以为好酒也。大人从官之去，而为他们美丽，向我用尽不忙。三弟，你们快来给我为大美。奇怪奇怪，请大人不曾更衣。说啥都给你牛郎城，牛郎这是好名字。自己过生活大运，在四目相依，一花一语，并非有伤。妈妈，妈妈。贵人公子，大汉大轿的做什么呀？妈妈，我已经向帅弟改名要当成了。啊，你名字都给了？是啊，是经过送花上率，在四目相许，一花一名。妈妈，你与我少他银子5两。差你5两，多的
公子，妈妈，上礼。陈先生，哎，你倒真想要5两银子啊？快去！怎么将媳妇换下来去？身上没有银子，你还带的什么价值？妈妈，没有你的事，不要你多嘴。王公子啊，不瞒你说，苏三不肯再去别看，我那一上您的经过啊。妈妈，公子带来了36000两银子。对呀、我带来36000两银子，一年里到，难道足以用完不成？哎呀，我的王三公子啊，36000两银子，哪里能花上一生一世啊？我为你垫了不少银子的。不要啰嗦了，我再写信回家去催，银子这个时可寄到。王金龙，当开进场10两，你下了许多心去，连一分银子也没有带来，哼！我眼子已经看不出完了。哎，这里是妓院，不是奸赃。公子，王金龙，你银子带来的嘛？要是没有呀，怎么样？莫把我妈妈不急。公子，想不到神经是此代佛。哎呀！想当初，我最大的媳妇欲用金元门，8日奉人效力宁，王八的人也生。暖不日自无早，再给一首八花翎，西马金杯玉鸟在，一马吹波玉彩铃。想不到此举已有1年整，36000人举一花回人，8日4里彩别金，人也相随真情人。劝公子莫为此事太空心，苏三与你杀生命，归来远从秦时家，自从银子不从红巾，家里年少放青春，原应该立志都是金发分，请来昔日聚的公子啊，不是早人为乱情。不为民开得起，不为你我的家事才为门啊！
苏三也不愿公子离去，怎奈你哪有银两替妈妈使用？咦，相父你不许取我不少银两，对我前去问他们讨完一了。哎，公子你差异。公苏三立自应也行，不过这娘苏三姑娘真有病哦，即使有病，那我们就下次再来吧。你玩啥什么花俏？当帮王三公子还会少你这个？哎呀，这个日子让我进气款款，他才能出来接你们啊，算是你们的勇气，也是你的勇气。hai位师兄，即使苏三有病，我们不能使妈妈为难，来个帮忙，下次再来就是。哪里是苏三有病，是妈妈有病哦。妈妈，她刚才吧有声有笑，真是她有病。他生的是您治病。师兄，妈妈是这么巧，这位苏三姑娘一定是生意上去了。王师兄，苏三姑娘身旁忙，京都名妓陈二家，有也有难的命是他去世
对，师兄有往我吃。这里有苏三姑娘陪你谈心。我们到二院找自己的心上人去。哎，公子，请啊，请。法令苏三，对，自家所在，自家所在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今个就是慕名而来呀。在车背车边，好啊好啊，这些大生意可是我们替你拉来的呀。哎呀，我家三姑娘有今天是，当然忘不了你俩的好事。好，一言为定，今日动工，发下银子即刻动工。这要吩咐吗？马上就照办。好好好。哎，王公子来了，银子也来了。不要想你。哪里有真心就挂了没？
花中望，王子，但是只为家贫女谁花，至于美分呀。为姑娘，姑娘啊，我要想公子还讲我要想金玉长梅花，买把姑娘是罗房。你解救清醒，来，你要快，莫非受伤怠慢不成？不是，几位怠慢，为我急于要走呀？是，我还有事就此告辞。那这些银子就作为走事。哎呀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！哎，公子，妈妈，我帮你往公子明天来啊，明天来啊，好不好？你交上了好用，可不要忘了我们的好事啊！我家三姑娘已经听着，当然忘不了你俩的好事。明天来啊，哎，明天来啊，哎，凤卡。小
想不到怀路上中。好，三城海味美酒佳肴，同往苦城安排，马上续笔，红烛高烧。哎，王公子怎么还没有来呀？王公子他不去来山给我今早，不知道打来银子多少？哎呀，妈妈呀，妈妈，3万多钱两即刻就到。哎呀，3万多钱两，恭请了一个美人路上，可惜我这旅程远的地方太小。旅程远地方小不要紧，只要在后花园少起来8日。哎，妈妈，你看可好？好，这像王公子的后院给一头把花亮的，哦也太好了。哎，苏三姑娘往这。
驾到岂能不接？哎，是应该接。